糖化血紅素 A1C， 咁其實喺呢個醫學界咧用咗超過20多年啦已經。咁但係病人嚟講咧，往往就將佢同血糖咧混淆不清。咁咧糖化血紅素咧其實真係可以講到俾大家聽，你個糖尿病控制成點㗎？糖尿病2.0之 A1C 乃成功之母，希望大家咧要多啲理解咩叫 A1C 咯噃。有睇開 YouTube 嘅你，記得訂閱翻我哋嘅頻道啊，同埋記得撳翻個鐘仔。如果我哋有新片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信息㗎啦。同埋咧，我哋醫學頻道咧，有時咧就會有心有錢。如果你有咩唔明白咧，記得問翻你家庭醫生啊。為咗要大家更加了解糖尿控制 ABC 咧，我哋會逐一討論下 A、B、C 嘅喎。首先就係 A 啦，咁究竟咩叫做糖化血紅素 A1C 咧？其實 A1C 咧係指人身體裏面咧血液之中咧嘅紅血球含有血色素嘅。咁呢啲嘅血色素咧就喺我哋血管裏面啦。當葡萄糖咧被吸收入之後咧，佢會入咗血之後咧，遇到紅血球咧，佢會進入紅血球同紅血球裏面嘅紅血素咧結合埋一齊，形成我哋講嘅 A1C 啦，糖化血紅素啦。咁一般咧，紅血球嘅壽命喺我哋身體咧係120日，即係4個月到啦。咁咧自然咧就會新陳代謝，有新嘅出，舊嘅去㗎。咁葡萄糖咧附咗喺呢啲血色素上高咧係唔容易脫落嘅，因此咧我哋檢查呢個糖化血紅素嘅水平咧，其實咧就可以提供一個好可靠嘅即係3個月嘅血糖控制嘅情況嘅。所以咧 A1C 嚟講咧可以講得係十分之重要嘅。血管裏面咧一個個嘅水泡餅咧就係紅血球啦。講你知啦，紅血球裏面咧就裝住血紅素，用嚟運送氧氣㗎。綠色咧就係血糖啦。當血糖進入咗紅血球，血糖同血紅素結合，變成糖化血紅素 A1C。由於紅血球咧就要120日嘅壽命嘅，所以咧由糖化血紅素嘅水平咧，我哋就可以知道血糖3個月嘅平均數值啦。葡萄糖咧，你附上咗呢啲嘅血色素上邊咧，係唔容易脫落嘅，所以我哋只要咧去測試呢個糖化血紅素咧，佢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可靠嘅3個月血糖嘅控制情況㗎噃。一般人嚟講咧，糖化血紅素喺佢身體嚟講就大概係5至6% 嘅啫。而糖尿病嘅病人咧，如果喺適宜嘅控制之下咧，最希望係7% 以下嘅。咁有啲人咧可能會話：我篤手指就得㗎啦，唔使 check 呢個糖化血紅素㗎。其實佢咁講咧，即係證明佢哋真係唔係好明白個中嘅真理啊！因為咁樣嘅糖化血紅素咧，正係反映咗過去3個月嘅平均血糖嘅數值，而佢呢個咧亦都係反映緊個血糖嘅控制。咁亦都係反映緊嗰個病人患併發症嘅機會率，而單單係篤手指咧就唔能夠完全反映到嘅。所以話咧，糖化血紅素咧係十分之重要嘅糖尿調控工具嚟㗎。我講多一個例子啦，譬如話一個人咧，佢平時係唔戒口嘅，或者咧佢唔食藥嘅，咁點知咧就嚟覆診啦，佢而家臨急抱佛腳。咁嗰2-3日咧，佢開始戒翻好嘅口啦，食翻藥啦咁樣。咁過2-3日之後咧，血糖果然達標咯喎，可以呃到醫生嘅。咁只要醫生同佢抽血驗一驗呢個糖化血紅素，咁就露出晒破綻啦。咁呢就證明咧，糖化血紅素咧，其實咧就可以證明到個病人咧3個月嘅控制，同埋亦都講到俾你聽，個病人咧，佢如果繼續咁落去咧，佢會患有呢個糖尿併發症嘅機會喎。咁所以咧，醫生就將會咧喺3至4個月為你抽血一次，驗一驗一個叫做咩話糖化血紅素啦。哇！糖化血紅素呢個詞咧講得多都會甩嘴咁言歸正傳，我哋不如參考一下咧，美國糖尿協會咧喺網上咧俾咗個換算表俾大家參考啊，就係用呢個嘅糖化血紅素咧，可以咧大家知道咧過去3個月嚟咧你個平均血糖值係幾多嘅，咁大家可以上網睇睇嘅。咁另外一個嘅資料咧就係
2009年啊，美國糖尿病學會咧，佢就建議咗呢個糖化用素咧，如果高過6.5% 咧，就會作為糖尿病嘅診斷標準。咁而當時嚟講咧，亦都係個新嘅診斷工具。不過咧，到而家為止咧，診斷糖尿病嘅黃金工具咧，仍然係呢個糖耐力測試，英文咧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 啦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飲糖水測試。咁有人問我咧，哇，原來糖化用素咁重要啊！咁點樣達標㗎？咁樣其實咧，就不如我直接講俾大家聽。最緊要咧就短期控制要好，就靠呢個自我監察血糖。咁即係話篤手指。咁如果你嗰個篤手指嗰個達到標嘅話咧，你長遠嚟講咧，糖化用素咧就自然達標㗎啦。咁個數值係幾多咧？嗱，我講講咯喎。如果你係空腹或者餐前篤嘅話咧，就應該係4至6度 ，OK， 4至6度，記住咯噃。咁如果咧餐後之後咧，即係食完咗嘢之後咧，係咪即刻可以篤咧？唔係，一定要經過2個鐘頭之後先至篤啦。如果你2個鐘頭之前咧，就好難理解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2個鐘頭之後個達標嘅情況又點咧？就4至到8度啦，4至到8度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講到4至6或者4至8咧，其實都要睇個別嘅情況嘅。有啲老人家嗰啲，我哋會鬆少少，可能會高啲嘅，可能話6度變8度啊，或者8度變10度都未定嘅。健康心心石，意思即係話大家如果想有健康嘅話，必須要有身體嘅健康、心情嘅健康同埋社交嘅健康。所以話咧，健康心心石，智慧多一些。或者我哋講講咧篤手指嘅次數同埋時間啦。嗱，原來咧次數同埋時段嚟講咧，就真係冇規定嘅，咁係因人而異，有加有減嘅。但係咧通常嚟講咧，一日之間咧嘅時間咧，我哋分佈喺空腹啦、餐前、餐後之後2個鐘頭啦、瞓覺之前。咁有啲人咧做運動之前、之後啦，或者嗰一排咧身體唔舒服啊，有病啊，有肺炎啊、尿道炎啊、感冒啊，咁都會去篤嘅。而每一日咧篤幾多次咧，亦都係因人而異。有啲人一日篤1次啦，有人篤6至7次都未定嘅。咁但係我哋都建議咧，無論你係翻工或者唔係翻工嘅時候咧，因為你嗰啲習慣啊、食嘢嘅時間都唔同嘅話咧，我哋都要喺工作日同埋非工作日都要篤下嘅。咁有啲嘅情況之下咧，篤手指應該咧因應呢，要篤多幾次嘅喎。譬如咧啱啱展開咗新生活喎，譬如話咧有間嘅新學校啦，或者新工作啦，或者工作上咧改變咗啲工作時間，咁你飲食啊各方面都唔同咗啊嘛。咁第二咧就如果出現咗一啲嘅感染情況，肺炎啊、尿道炎啊、感冒啊，咁你都可能要篤多幾次，因為血糖可能會提升咗嘅。有啲人外遊啦，飲食嘅時間唔同咯，食嘅嘢多咗都未定啦。又或者啱啱改咗藥啦，或者藥物嘅份量改咗啦，都要篤多幾次㗎。咁有啲朋友咧，可能咧飲食嗰方面或者運動咧有一啲嘅特別嘅調整，咁你又要篤多幾次。又或者一啲朋友咧覆診啦，覆診完之後咧，醫生講俾你聽糖化用素高咗喎，糖尿控制差咗喎，咁你自不然要篤多幾次啦。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會產生呢個低血糖嘅狀態喎，譬如話突然之間咧飆汗啦、手震啦、肚餓甚至暈暈地咁樣。咁當然唔會等佢昏迷嗰時至篤啦，咁快脆脆篤。咁我哋一知道有血糖低過4咧，就應該要馬上去處理啦。咁另外咧，懷孕嘅朋友啦，咁懷孕嗰啲朋友咧，如果有糖尿病嚟嘅話，佢應該篤多啲手指嘅，因為原來血糖咧會影響個胎兒好多嘅。所以以上咧，咁大家都應該要調節下，篤多幾次啦。經過我哋嘅詳細嘅分析啦，同埋亦都睇過電影啦，咁相信大家對 A1C 糖化血紅素咧，而家有一個新嘅觀念同埋認識清楚啦。OK，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，A1C 保持喺6.5。健康新心社，智慧多一些。